大家好，欢迎收看 Binscat 网络电视台。这一个电视台呢是专门介绍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出产的葡萄酒的电视台。加泰罗尼亚地区是一片艺术的土地，比如画家，这里有达利、米罗、毕加索，他们用画笔描绘了这片神奇、充满魅力的土地。在巴塞罗那众多的博物馆都藏有他们的大作。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特别是在巴塞罗那这个城市，很多的建筑物也是达利风格的，这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国的观光客。这里也有杰出的音乐家和作家，他们是加泰罗尼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泰罗尼亚的美食文化多种多样，这里有丰富的海产品和农副产品，同时也拥有世界上最杰出的厨师，比如卡门·鲁斯卡耶达、卡洛斯·卡伊格等，他们以其精湛的厨艺在美食界享有盛名。在这里，海鲜饭的做法有1000种之多，大米永远是餐桌上的明星。就像中国刚刚成功地举办了奥林匹克运动会，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首府巴塞罗那也是1992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出产的葡萄酒也是这里地中海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里的酒品种繁多，而且这片土地出产的都是高品质的葡萄酒。早在公元前9世纪，加泰罗尼亚地区就出现了大面积的葡萄种植园。到了公元前3世纪，罗马人占领伊比利亚半岛期间，这里开始了广泛种植葡萄的历史。时至今日，加泰罗尼亚地区出产12种原产地只限于这里的高级优质葡萄酒，主要是红葡萄酒、白葡萄酒和玫瑰红葡萄酒。这里酿造的气泡葡萄酒也以其品质驰名世界。为了使您深度了解加泰罗尼亚地区甚至整个西班牙的葡萄酒及饮食文化， Binscat TV 将为您呈现更多的来自葡萄种植园、酿酒厂和酒窖的全方位报道及访谈。同时，如果您希望更好地了解这个国家、它的文化，参观葡萄种植园或者参加高级葡萄酒鉴赏及品酒课程，我们将根据您的喜好和时间为您安排令您满意的行程。我们欢迎您了解更多。Binscat TV。 Hola, ni hao. Des de Catalunya us voldríem presentar els nostres millors auguris per a aquesta nova televisió que pretén ensenyar-vos els vins catalans, per tant espanyols, aquí a la tele, a internet.